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2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先开始来看立法院将所三读通过关系到全民发现金6000块的特别条例，计共是3800亿特别预算。除了发现金6000块，可以用伫劳健保、就学贷款甲台电的补贴，某一部分会用来进行艺文产业。行政长薛陈建仁是表示讲，会用上紧的速度，赶紧甲6000块发予民众。民众党团认为讲4月份应该得当开始发落。疫后强化经济社会韧性及全民共享经济成果特别条例制定通过。有关发现金6000块，以后强化经济甲社会韧性、全民共享经济成果特别条例草案，日伫立法院三读通过。不过通过进程协商保留的4个条文要进行表决，其中第3条启用质疑是抗赔授权，黄批评无采变成纳的钱。应该要进入这个排付的条款，也就是说，根本就不需要照顾的人，不应该用这种大撒币的方式。国民党团长期主张要花现金1万元，那基本上不需要举债，财政上就可以因应。民进党的版本清楚列出10项特别预算得以使用的项目，不是政策买票，更没有空白授权。以三读条文，甲条例包含的10个项目。包括用伫劳健保、甲台电减轻基础负担，加强照顾弱势族群，扩大公共运输补贴，推动产业甲中小企业升级转型，加速扩大吸引国际观光客，强化农业基础设施，照顾农民甲渔民，减轻派就学贷款的人的负担，扩大艺文消费甲进行艺文产业，还有发现金。另外，嘛有明定条例需要的经费，上金榜是3800亿。以最快的速度提出这个特别预算案。然后经过了所有的法律程序完备以后呢，我们能够尽快的发放每一位民众都有6000元的现金。陈建仁强调讲，会特别照顾派就学贷款、甲中低薪水派买厝贷款的民众。也若行政院提出特别预算案了后，也要经过立法院审议，才会当发现金6000块到民众的手里。根据民进党团的推估，按算4月份会当执行。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北部的鸡卵欠货，卵嘛起价。经济部是按算讲3月份要召开电价费率审议会，电价嘛有可能会起。张商业总会林春酒、总统蔡英文、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等人拢有出席，嘛有甲业界来交换意见。寒流一波一波，加上禽流感疫情这因素冲击，伫北部地区要买几粒卵真无简单。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伫面册批评，这场危机为1月底到拖到3月中，就知影政府也要找到有效的调控做法。根据农委会统计，目前国内鸡卵供应量差不多是113000箱，离相关需求量11万箱还有一段距离。行政院表示，目前向多元方案缓解卵供应不够的问题。进口需要时间，那增产也需要时间。目前是要拜托各个通路能够这个分时段来供应。那因为这一波是全球性的这个鸡蛋减产的问题。烂电价也可能起价，3月电价汇率审议会召开了后的结果，大家拢真关心。经济部初估爱起3成，将弥补台电的亏损。上总认为起幅度不应该伤过大，甚至餐饮小吃部分无赞成调整。这一次的调幅也不宜过大了往上提升一点，我们大概工业、商业大概都已经有心理准备一定会调高电价。很多的餐饮小吃的部分，我不赞成动了。核2的2号机确实是在3月14号按照法律的规定，就是40年的这个役期它就到期了。工商协进会建议核电延行，降低电价起价幅度。经济部长王美花回应，依法天气是一定的，按过立法院之一已经3读以后强化经济特别条例，内容有500亿预算用伫台电财务补贴。外界议员希望，这笔台电了钱救命钱延后电价，小可调整就好。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仔日方面的云是较济，大台北甲东部规工拢会落雨，其他所在是侪云好天的天气。咱来看云图，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今仔早起各地是拢正凉冷。新北市富贵角今仔早起上低温，降了10度，也毋过日时大陆冷气团的减弱。
北部的温度会回升到18度左右哦。早暗的温度是差真济，拢会差到10度左右。中部地区哦，温度是13度到23度，南部地区是14度到25度，东部是14度到24度。提醒观众朋友要爱注意，拜五开始，阁有一波强烈冷气团落南。28连假头2天哦，拢真冷，部分所在哦可能会降到只有8度左右。后礼拜1、拜2冷气团减弱，气温就会大大回升。再来看一关数公布，顶礼拜流感新增加8个重症病例，其中有4例死亡哦，因拢是为着 A 型的流感 H3N2。另外，高主嘛增加1例带病入境的案例，目前伫病院的治疗。嘛有1例哦是为着汉他病毒症候群，人目前已经出院了。卫生单位嘛开始调查猎鸟啊、鸟鼠要来找找感染源。新冠本土疫情等候，流感疫情煞提悬。顶礼拜增加8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其中4例死亡拢是感染 A 型流感 H3N2， 也无注这一摆流感疫苗。其中上少年死亡个案是南部30多岁男性，本身有糖尿病史，1月底发病，后续因为本身糖尿病并发败血症死亡。包括他的血液里面跟痰液里面都检出抗药性的细菌。总计是从发病到死亡期间大概经过3周。另外，也出现今年第1例，也是台湾第5例高度确定病例，是北部30多岁男性。在今年1月过有奥地利旅游史，因为出现嘴巴皮疹、关节痛这症状，经过医师采检同步确诊，研判是境外移入个案。目前医院的隔离治疗当中，经过疫调考虑，总共有39人已经进行卫教加健康检测，相等到3月7日。我们根据这个潜伏期的大概5到21天的一个研判，认为最有可能的这个感染地应该是在奥地利哈。那只是说这个就暴露的来源的部分有问出来，就是说有一些社交方面的一个接触。还有汉他病毒症候群病例，佫增加1例是北部50多岁男性，技术因为工作场所伫饲料仓库，常常接触鸟鼠尸体排泄物，而遭到感染，目前已经出院，相关接触者也无出现症状。卫生单位已经展开各项调查，佫掠鸟鼠来调查可能的感染源。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是来看《中国时报》。指挥中心规划武汉肺炎疫苗的中长期目标，一般的族群一档注一档，高风险的族群哦，一天爱注2档。第期的目标按算要伫3、4月份来推出疫苗加1的活动，只要伫3个月内无注过疫苗、无确诊，拢会当搁注1档，为解封来做准备。相关的细节会搁公布。再来看《自由时报》，国民健康署提供40岁以上的民众3档1届免费的健康检查。也毋过哦，因为疫情接受检查的比例是创新低，2021年只有27.6%。嘉义市、宜兰、佮有金门的民众有接受检查的比例哦，是全国上济。再来看《联合报》，台湾甲美国国安高层的会谈，伫台湾时间2暗时11点，伫美国的维吉尼亚州的美国在台协会总部举行。咱国的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外交部长吴钊燮，佮驻美代表萧美琴拢有参加。咱再来看，基隆市长谢国良伫选举进前发出讲要送青年电动奥多麦5路的证件。昨午，谢国良是宣布讲，市政府会买超过1万台，一台大约是4万块的电动机车，后半年会当开始交货。头一批哦，申请的资格是78年次到92年次出世，户口伫基隆满3档，有机车的驾照满1档哦，佮有旧车要换新车的民众优先。骑电动机车伫路面，感觉是真环保。嘛，加做基隆市长谢国良选举进前答应的青年电动机车证件的重点。谢国良2日针对政策的实现进行说明，强调市府会提出追加预算，并会采购超过1万架的电动机车。申请的资格是民国78年至92年出世的人，户口伫基隆满3年，摕到驾照满1年，以旧换新为优先，要该配合连续5年达成4点钟公益的回归。上限大概是1万多少台哦，那我们仍然在评估中。
我们基隆市里面的身障族群或是老弱族群，我们把它做一个整理哈，然后呢，借由一个有趣的机制来媒合，也让这些青年朋友们有机会可以接触到弱势族群。市府表示，一架电动机车补助3万块，也若中央的部分经济部补助7000块，环保署针对个人有2000块到4000块2个坎级的补助，也若敢是会用Gogoro等等特定的牌子。市府讲已经有厂商讲愿意合作，要做4万块的电动机车，会要求厂商来标的时阵，甲规家顶讲好明。对啊，而且它又不是送GoGo的，而且我觉得电动车又跑不远。我觉得电动车还可以做得更好。那我如果它做得更环保一点的话，我会考虑。议员市府呢，充分的讨论，我们才会比较清楚政策的方向。这个预算千万不要影响到这个排挤到其他的建设预算。那我相信市府也会安排好措施。针对这个政策，家人的少年人是抱观察的态度。面对这礼拜议会就要开议，这个政见敢是会实现，成做拿力公防的重点。市府希望议会会当支持，让下半年开始交车的目标会当实现。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罗西亚总统普廷昨发表演说，宣布要暂停参加甲美国订定的减少战略武器的条约。也毋过，普廷嘛强调讲，罗西亚毋是退出，只是先暂停。就伫普廷演讲的时阵，罗西亚的军队又搁以飞弹攻击乌克兰南部的都市赫尔松，嘛造成至少6个人死亡，12个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国情咨文演讲警告，俄美一项双边核武控管条约要暂停，莫斯科可能恢复核武测试。Приостанавливает свое участие в договоре 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ых вооружениях. Повторю, не выходит из договора. Нет, а именно приостанавливает свое участие. Ни у кого н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опасных иллюзий, что глобальный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паритет может быть разрушен.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俄方这决定是无负责任，暗过意愿意协商。减少战略武器条约是美方最后一项核武器规范协议，内容主要是就这弹道飞弹、接射弹道飞弹甲大型轰炸机部署搭载核弹头数量未超过1550粒。2010年签署，2011年延长5年，2016年到期，目前两国有全球9成核弹头，共有差不多4000粒。拢强调尽可能避免战争，暗过俄乌战争了出现变数。普廷表示，乌克兰甲西方引起战争，俄国必备应战。在乌克兰1年战争会继续。Мы все хорошо помним картинки, когда с воздуха наносили удары по Донецку. Я хочу это повторить. Это они развязали войну, а мы использовали силу и используем, чтобы ее остановить. 特地普廷发表国情咨文，乌克兰南部都市赫尔松真济所在，俄国军兵的空袭造成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伫社群媒体表示，俄军搁一摆无情杀害百姓。当地华沙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伫演讲时，并无讲到对俄罗斯新宣布相关回应。有关表态，西方并是亲像普廷所讲，密谋攻击俄罗斯这场战争从来都无必要。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再来看，罗西亚甲乌克兰小战伫要满一档路，美国总统拜登20雄雄是去访问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嘛强调讲美国小挺乌克兰的决心。拜登这届去乌克兰访问，行程是真保密，两个做伙去采访的记者嘛，互要求讲手机爱先收起来。白宫嘛证实讲，拜登要出发之前，有先通知罗西亚，避免发生冲突。美国总统拜登20结束伫乌克兰基辅5点钟的访问，坐专机到波兰，继续针对支持乌克兰甲北约盟国参详。20进前，拜登意外出现伫战争当中的乌克兰首都基辅。伫基辅的记者会顶端，拜登想起1年前伊甲泽伦斯基通话内容。And I don't know if you remember what you said to me, but you said, and I quote, "Gather the leaders of the world, ask them to support Ukraine." 拜登到访问乌克兰士兵纪念场，甲乌克兰同前教堂。伊离开教堂时阵，基辅阁响起空袭警报。基辅街路甚至特别装一个纪念钟。拜登伫基辅宣布增加5亿美金的援助，甲对俄国新一波制裁。But he's just been plain wrong. And 1 year later, the evidence is right here in this room. We stand here together. Можемо і маємо зробити так, щоб саме цей рік, 23-й, став
拜登这摆访问乌克兰，经过几啊个月测绘，一直到2月17才决定全部行程拢正保密，各改专机加坐飞机的时间。美国时间19透早4点，拜登避开媒体，这美国空军 C-32专机随行只有无坐维安人员、小型医疗团队、大型顾问甲2名就抓保密的华尔街日报记者。为了安全问题，2名记者的手机全程拢互人收起来，专机的遮光棒也全程摇落来。途中，专机搁伫德国美军基地加油，最后降落伫波兰。这10点钟的火车进入基辅，过程当中2名记者都无看到拜登本人。这摆随行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事后证实，拜登出发进前几点钟有事先通知俄国来降低冲突。另外，伫西方面国同意提供先进的8支主力战车了后，负责操作的数十名乌克兰士兵已经到德国接受相关的培训。乌克兰外交部长1月表示，会为12个国家组成联盟，得到第一批交付110到140台战车，当中也包含德国8支战车。公司新闻郑元庆编译。这场乌俄战争到底什么时阵会收煞？美国嘛表示讲，中国当个考虑讲要提供武器给罗西亚，后面的官员嘛警告中国，千万都唔通安尼做。中国的外交部长真讲，伫一场演说的时嘛批评讲，只有牵连的国家，莫甲责任拢撒互中国。伊嘛呼吁国际社会唔通阁一直使人，今仔乌克兰，明仔载台湾一款讲法。罗西亚乌克兰战争要满1年，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面警告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要求中国袂当提供物资支援罗西亚军方，若无后果是真严重。后面官员嘛警告中国，袂当提供武器予莫斯科，若无就是踏着红线。目前甲乌克兰斗相共是第一要紧的代志。How do we provide quick arms to Ukraine, especially ammunition? They have cannons, but they don't like ammunition. 伫敏感的时期，美国总统拜登拜访乌克兰基辅，因为王毅是访问罗西亚的莫斯科。有风声讲会甲普丁讨论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和平计划。这届美中的出访，互外界感受到因暗中拼场的气味。因为面对欧美的指控，中国外交部长真讲回讲，中国为了缓和乌克兰危机，已经发挥负责任甲建设性的作用。我们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拱火浇油，停止向中国甩锅推责。停止鼓噪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针对拜登早一卡步拜访基辅，分析认为讲，这对普丁国内政局恐惊会产生一定的压力。When he becomes hated by more than half, and we're driving in this direction, the chances for a coup, elite coup, military coup, will increase. 罗西亚鹰派专家批评普丁伫战场是真冷静。前罗西亚联邦安全局官员郭金讲，拜登可能会去拜访乌东前线，而且会平安离开。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当时会有和平的可能性，目前也唔知影。加上罗西亚明年就要举行大选，普丁当面临内外伤病的问题。专家认为讲，普丁将基尾会找接班人，不过可能也是由于伫幕后掌握实权。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国际上，阁有甚物大代志？咱做伙踮台湾来看世界。先来看乌俄战争一档路，美国总统拜登今仔伫波兰首都华沙发表演说的时阵表示讲，几乎并无互拍倒，阁真强。嘛讲哦，罗西亚绝对拍袂赢乌克兰。再来看法国全国对今年的1月2日开始哦，已经31天拢无落雨了。今仔若是阁无落雨，今年就会是法国有史以来寒冷可汗上久的记录。再来看美国伫过去一礼拜公布的数字是显示讲，通货膨胀并无受到真好的控制。美国的投资人是真烦恼讲，联准会会阁再继续升利息来抑制通货膨胀。所以今仔美国股市三大指数一开盘就大落，当中工业指数最后收盘是大落697.1点，嘛是今年以来上惨的。再来看国军按说要来进行实战的射击训练咯，今年就要正式来实施咯。兵哥就爱伫1分45秒内底射36枪，射击过程哦爱有3种的姿势，拍的规个搁起来。未来哦，这一档义务役的兵哥哦，就拢爱完成这个训练。一声命令，官兵一提穿浴镜，用油光筒做掩护，加速冲过射击的位，离漂北75公尺，准备攻击。
倒咧写、跪咧写、徛咧写，过程中爱换3种姿势，漂白嘛有3种模式，佮加入庆祝卡条的状况，爱做各种的排毒，考验临场反应。这套实战化的射击是国军上新的射击训练，1分75秒爱完成36发的射击。各单位的师资人员尚有不足，那我们人员还在持续的加强训练中。是，那教官这个方法是不是未来1年义务役的一个参考的模式吗？目前是，它有多重目标的转移的训练，还有我们的不同姿势的射击的变换，以及障碍板的运用。国军参考俄乌战争这国际军事冲突，是演习实战化的射击训练。经过规年的演解和专军验证，今年是正式实施，扩大到各部队实战化的射击训练，嘛考验官兵身体功能和射击的稳定度。实战化的射击训练是强化国军自卫战斗的能力，官兵要先通过基础的175公尺倒咧射，以4个月的军事训练役为例，18发爱着9发，另外双臂部队、后臂部队是30发爱着20发，另外装甲和炮兵部队、战斗支援这部队爱完成头前的训练，才会当到后边的3种姿势。针对比较需要克服，是在你要进之后，就是快速移动之后的那个呼吸，要去马上做到静下来的动作，不然在射击的时候会很不稳定，会瞄不到靶。国军证实讲，这套实战化的射击训练未来会放入去1年的义务役，即马当在加强脚步，培养精子教官和各部队，会当熟悉各种射击姿势，应用无同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两华局势紧张，金门县议员张马去民进党党部陈情，บอก讲金门会当来乘做永久非军事区，主张两华和平发展哦。另外，国民党的副主席谢立言访问中国了后，佮再强调讲，这中国虽然解释是9二共识基本精神，也毋过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讲，咱台湾人民是无法度接受中国习近平这中国1国2制这款9二共识。到民进党金门县党部交永久非军事区陈情书，金门县议会跨党派文政联名，甲无党籍联名政团委托民进党籍议员蔡其勇，转交总统传闻，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甲行政长陈建仁，希望中央培调引起两华冲突的引进，建构和平特区。希望他们听到我们金门乡亲的一个诉求及声音，能够具体的来实现我们金门乡亲的愿望。让我们金门永久的保持一个和平的两岸的一个沟通跟相处的一个过程。乡亲地区的这些民情我们也都乐于来转呈向中央来这个陈述。不过两华局势紧张，强基南继续交代，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访问中国了后，重申一中国表是9二共识基本精神，行政长陈建仁认为台湾人民无法度接受。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再三的讲过，9·2共识就是一个中国1国2制，这是台湾人民没有办法接受的。希望各个党团、各个党派都能够来尊重我们台湾人民的意志。陆委会强调，中国当局定义的9二共识是一中原则，无求统一，接受1国2制。在野党不应该服刑。而伊也公布中国政策报告，陆委会指出，中国未来会强化操作2手策略，除了继续政军威胁，也透过两华交流国平台甲人士，促统促融，推进交流通战。记者综合报道。这2档有不少台湾民众互骗去甘宝济食头路，结果互虐待，甚至失去性命。后来警方伫机场特夜排提醒民众，也毋过最近有民间的救援单位伫网络铺文，讲飞去甘宝济金边的飞行机拢客满，有不少是台湾人。也毋过刑事局是表示讲，目前并无发现讲有啥物无正常的状况。关起来苦毒个转卖，这些拢互人看袂落去。个人去海外找头路，敢无在这个关键字随着互想着诈骗，即马风波过去啊，飞去金边的班机人搁转来啊。看过去飞行机顶的人是坐满满，有可能是旅游回温，也是公司派去出差。但是翕相片的民间救援单位嘛，烦恼讲，敢无这个诈骗敢会过来？我今天看到的是整班飞机爆满。
而且事实上，那些干部根本就没有掩饰这些事，他直接讲，我上个月去苗瓦迪的亚太园区，他也有讲到说有人接应跟什么东西，去的大概就是干部为主，带着一些猪仔。听到机顶的乘客一字一句，都惊到有猪仔受害，才发文提醒。救援单位嘛打出社群的内容，同款有人是公开在找新会，要去干部坐西港做工课，这是国内防治作为和正常比起来，敢若无法强。刑事局是回应讲，无发现无正常的情形。警方呢，针对求职诈骗，已经透过各种管道向民众传输宣导说怎样的类型是诈骗。那如果遇上呢，你要到国外去，警方也是会对你进行宣导，就是是否宣导呼吁说，你会不会落入求职诈骗的陷阱？到去年底，互海外找头路的限制骗去的，官方登记的有要700个人，海外求助的个案，即嘛逐工嘛拢一寡。看到国内外的诈骗无断过，法务部嘛建议要修法，动处罚，就看敢有法度来阻挡这一直无消停的诈骗犯罪。记者综合报道。去年的9月底，才是新贵挂牌的新宇航空伫过去一礼拜，股票是一直起，昨早盘起24%，上悬一股是起到50块也毋过9点半又搁落22%，估计是31.35块，一差就差18块，最后收盘是收伫39.3块。有分析师是提醒讲，新贵的交易量较少，阁无大起大落的限制，所以投资人得爱评估风险。新宇航空营运已经2年多，去年9月底上柜挂牌，回轮机顶的食食，还阁甲米其林餐厅合作。即马各国疫情转好，边境开放，真侪民众亲像鸟放出人共款出国旅游，这嘛互因1月份的营收增加15亿2300万，年增率是1295%，日一早盘要起24%，上悬一股50块，毋过9点半左右向落22%，上价有到31.35块。差18.65块，中场落2.12%，收伫39.3块，起落的变化真大。最近已经有网友成立新宇航空自救会人面册社团，讨论相关的话题。前3亿赔了大概40几亿，所以我个人觉得航空类股啊，虽然说有解封的利多在，但是真的要赚大钱会有点难度。这一段的行情热度，股价拉高了，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个价钱稍微还有风险在。事实上，过去一礼拜，新宇交易日的股价为无到19块，起差不多1倍。除了17收盘的介绍超过华航的21块，甲中央航空29.3块。最近6个交易日，上悬起165%，二早捌突破50块的大关，上悬有到50.5块，摕到航空股王的头名。不过因为上柜股票交易的方式，甲上市股票无同款，无起落的限制。交易袂当是信用交易甲当冲，详细申购单位是1股，交易的时间到下晡3点，财报嘛是半年公布一届。分析师提醒，对价过程当中，要是要关注量甲计价的风险。就是从你一开始挂新柜，其实大部分的股票应该都在自营部啊，或是一些特定法人的手上，所以这么大的量释放出来，是谁释放出来？一定是早期参与认购的这些大股东等等。那量突然之间冲得这么大，最高的风险还是在的。新贵的股票比较属于专家的市场，你要了解它的相关的一个财报，或者是说它有没有一些讯息面的一些比较变化，所以很容易就是它的动不动就是涨幅的话非常大，跌幅的话也会非常凶。面对媒体的报道，有法人分析，以1月份营收的数字来估算。新宇今年营收有可能会到100亿。新宇出来回馈讲，公司并无提出财务预测，也无公布自家获利的情形。公司相关的营运、营收甲获利等等的资讯，也是以公开资讯观测站公告的为准。记者综合报道。2021年底，台铁推出新自强号商务舱的服务，最近阁有增加新车。台铁嘛宣布讲，3月中要开始找服务员，薪水是3.256块起跳，阁有销售甲加班的奖金。也毋过台铁产业工会是批评讲，甲高铁同款的职务来比，基本的薪水就减少3000块。台铁阁是国营事业，薪水开遮尔低，真正是歹带头。代替 EMU 3000的新型自强号有配天分舱顶，也就是商务车厢，毋但有服务人员送便当，阁会送凉水、塞车卖物件。因若其他车种伫咧拍车票的时阵，嘛会使加订便当。同款有服务人员送到位，
代替近期搁在招募服务员，要求都爱大学毕业，搁会晓讲英语加日本话，月级所干那30256块，是引起基层的不满。扣除劳健保的话，那其实你大概只剩下可能28000、29000。然后他同时又去要求说你要有多益英语能力的专长或者是这个日文检定的专长。我觉得台铁局其实根本没有准备好要公司化，因为他们并没有带着一个善待员工，然后留住员工的这个基本态度。同款是车厢服务，代替高铁的薪水行情起跳落差，代替的月级是30656块，挂职务的加级，连饭顿钱嘛包含在内。也若高铁的起薪是33800，一个月上无就差3500。代替解说，除了月级，还有发袂奖金，还有加班费，实际咧领的一个月通常拢会超过35000。我们现在车勤员的最少35000、36000到42000、43000都有，加班费、延长工时那也是另外计算。代替强调，这届要招的服务员虽然无公务人员的身份，不过同款有离尾奖金、甲考绩奖金，还有过暝备勤、休大等福利。目前代替服务员有140外几，离职率真低，是为了后续有新车的加入，甲公司化以后的需求，才会搁再招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市的公局公布今年头一批违反劳基法的业者名单，通联客运和指南客运因为员工超时工作，互处罚。虽然业者是表示讲驾驶真歹找，卡手无够，调度真困难，也毋过公路总局嘛强调讲，去年的9月份开始，已经有提出补贴的制度，地方政府嘛提出协助的方案，望各位当来改善驾驶的待遇甲客运的经营。注意路况，停车载客，路雨车过多，大客车驾驶要特别注意。新北市公布的铺路检结果，大客车超时工作问题各部上台面。其中指南客运有员工一个月加班超过100点钟，严重违法，罚62万。通联客运也超时工作问题，而且是第8摆，和新北市政府路检处违法，重罚80万。都使劳工超时工作，那也分别是5年内的第8次违反跟第6次违反，所以有重罚统联客运80万元，以及指南客运他们2条违法，总共罚62万元。客运业主管机关公路总局表示，业者反映是因为人力不够，加上长途路况无法度控制，都发生超时。目前大客车全台欠1800人，其中上班就占1500人。为协助业者鼓励驾驶留下来，自去年开始有规范加流程补助。职业大客车驾驶的训练费用那我们会来做全额的补助。开始受聘之后那我们会有一个叫留任稳定就业的奖励金，半年会有3万元。调度排班上来讲，会比较辛苦一点，所以可能有些时候是为了想说提供服务，那可能会变成要求驾驶员可能会有类似超时的状况。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去提醒他们要注意这个，不要有违法的。台北市表示，大客车驾驶工时长假日还要轮班，少年人无愿意做，欠人正做常态。目前在体检市区公车路线，将平稳路线改做无休制，有人接接塞车。另外也优化公车路线，提升载客效率。记者综合报道。AI 开讲机器人最近真受到注意。咱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台湾有一个研发团队 MrBox， 最近嘛伫平台推出 Chat AI， 是全世界头一个繁体华文的 AI 开讲系统目前嘛先开放予台湾的民众来试用。用手机下载浏览器程式，除了一般用网页找资料以外，还可以当甲 AI 机器人问问题，甲伊对答。规划行程现在就不用动脑，然后写一些文件之类的，履历什么的。你如果要写一段文字介绍自己的话，有人可以帮你润饰，我觉得是蛮方便的功能啦。美国 OpenAI 推出开讲机器人 ChatGPT 了后，带动新一波 AI 的风潮，就连 Google 嘛在咧推出。也若总部伫咧设国，不过研发团队伫台湾的 MrBox 嘛赶紧推出 Chat AI 浏览器。叫做全球头一个使用繁体中文的 AI 开讲系统。GPT-3它其实也是 OpenAI 出的，它是我们现在很红的这个 ChatGPT 的前一版，它是很多语言混合在一起训练的。那所以你用任何语言问它，基本上它都可以达到对应的回答。一般来说，英文的效果是最好的，只要是中文的，那它就再把它强制翻译。问系统敢有看过公司新闻？得到简单文字的回应，
下骹可会当看到相关网页的资讯，等于是甲 AI 开讲机器人甲浏览器做连接。我猜了，他应该是拿这个 GPT 帮他转化过的这个一些问句，然后呢，再把它拿去做这个网页的搜寻。那如果说想要从头开始，其实会需要非常非常多的资源。那他们可能可以用这个1万台的伺服器，然后去帮他做背后这种高能量的运算。国科会顶日仔嘛预告，会补助国内学校要来打造台湾研发的繁体中文版的 ChatGPT。学者提醒，类似的系统需要真大庞运算的训练甲相关资源。未来研发台湾版的系统会安怎发展，会持续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2019年本地拍算要合并的高雄大学甲中山大学，因为学校要改做什么名无共识，就成重点。昨高雄大学召开合并说明会，校长就表示讲，会等下双方有共识，才对外宣布。中山大学嘛强调讲，因对合并了后要改名的原则并无改变。多校区学生排队等了一场，高雄大学2日下晡开合校说明会，大家坐满满，为的是了解高大是不是要甲中山大学合作会。如果拿到的是高雄大学毕业证书，这样之后就没有高雄大学。并了之后，他们着重的目标是在哪里也不知道。高雄大学大部分学生反对，中山大学学生也无同款的意见，有人烦恼资源分配不平均，有人认为合并应互补争取更较侪资源。校与校之间等级可能还是有点差距，然后科系重复率太高，然后受益的可能会比较多是高雄大学的学生。合并之后有点就是可能我们学校就会有就高大这块地，还有法学院的资源这样。高雄大学有将近6000个学生，是中型规模大学。中山大学有10000多个学生。伫2019年已经进行合并的协商，因为中山大学坚持维持校名无共识，协商就停落来。最近高雄大学主动重启协商，中山大学伫1月7日会函表示原则无变，合并了维持国立中山大学校名。各大校长表示，两校要有共识，才会对外宣布。合并办法第11条依法对全校教职员工生的保障，那么这是法律的规定，我们会对外说明，会对校内的师生去做说明。台湾最近10年已经完成5摆公立大学整并，包含台北市立大学、屏东大学、清华教自业阳明交通大学。教育部提醒，两校闹合并计划应该落实校内沟通定数，校内公听会有共识，合并计划也要经过学校学务会议通过，各向教育部提出申请。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的林园哦，伫大家的印象中，就是一个有真侪缘同的石化工业区。最近林园图书馆甲学校佮社区合作，推动真侪艺术佮表演的活动哦。望讲会当互在地民众来认捌林园的历史文化。林园图书馆的展览室内底，江埔国小学生为参观的人解说林园在地历史甲演进，为靠海食海的渔业发展出马祖的宗教信仰活动。佮到南投社区把正兴的石灰油产业，发现林园并是只有10大建设推动的石化工业。当年运输石灰的牛车路，我学习到了，原来以前都是靠着牛车运送石灰的，我以为是靠着人力搬的。学校老师看学科整合一套在地历史文化课程，经过个月月准备，透过艺术创作来呈现其中基福意，就是师生用信仰做灵感的共同创作。我们就想要让孩子知道，就是说他其实是住在地景内的人，所以他很清楚的知道那个脉络跟走过的路径。林园图书馆也加正受科大林园 USR 计划团队合作，融合健康促进的概念，设计适合老人的活力健康操。能教完一寡，比如讲画图啦，还是讲跳舞啦、运动啦，心情嘛较轻松啦，较快乐啦，出来大家同学大家喜喜欢欢，足有伴。连续参加几年艺术课程，84岁黄丹照老师是其中一个。伊认为这课程互社区老人有成就感，也互因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邀请歌戏、布袋戏甲京戏各共7个艺文团体，甲因经典的戏出改编来演出，一出又搁一出的好戏哦，咱做伙来看卖。一年巧虎嘛，只能等，无一阵我唔敢踏出门。
台北整容陈世美，敢真正有遐尼歹？新团歌戏团推出大家出陈世美反间，用男主角的立场去讨论婚姻内底的心酸甲无奈。什么环境，什么伊遇到什么代志，伊会变成安尼的人。大部分陈世美甲真香莲拢是真古早的古册戏啊。你即马要甲伊讲，用即马的少年人伫看戏的时阵，你用什么想法？要甲伊翻转伊的即个变讲表演的方式，这就是变讲咱即马要找的。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2023大家出再现系列，以中俗经典为主题，包括歌戏、布袋戏、京戏在内，总共邀请7个艺文团体将古早戏出重新编造。除了剧情切的角度无同以外，声光的效果嘛加添变化。金河转到伤心婚。台北木偶剧团推出《真情倒当期》，特别注重武戏的部分，加入八管的演奏。团长讲，人翁仔的师傅阁要经过特别训练，不仅要会武戏，然后在戏偶上要用力，然后他自己也要唱，所以就是连打带唱的一个身段的戏这样。那时候拢会穿个目镜、擦镜啊，站边绑，所以很大声，啪啪啪啪。然后那个他的力，不管他是拿刀或拿枪，就有力道。2023年大家出再现，3月18开始，伫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连续演出7场经典戏出。记者麦尚郑由台北报道。来看非洲国家肯亚有真侪女性受到性侵害，也是讲互人起卡动手。有一名查某人因成立女人村来收容不幸遭遇的妇女，互因会当过新的生活。嘛已经成立30档路，帮助未结的女性活出无同款的人生。咱做回来了解。这阵穿传统服装的妇女第一早起唱歌跳舞，开启一天的生活。用乡一看，这村庄甲非洲其他社区无甚无同。不过详细观察就会发现，这无半查甫人是女性专属的女人村。I'm very proud to live in this village because no one is forcing me to do anything, and my husband can't assault me here. 这女人村伫肯亚北部乌莫加，是1990年15月互英国士兵性侵了，搁互先生放杀甲拍的女性所成立的。这2年来，欠有共款遭遇的人来遮，即马有10几人逃离强迫婚姻甲家暴妇女住伫遮，因伫遮学自力更生，靠员工甲做手工艺，赚一寡钱。同时提倡女性应该掌握自主权，负责早婚甲挂类这强迫行为。There is no need to have children without a plan. These girls need to be educated and choose their own partners, not like the old days where their fathers married them off to old and rich men. Women should choose who they love. 虽然因伫遮过快乐生活，不过肯亚全国至少有4成女性生活伫家暴或者是性暴力影响之下。要改变安尼父权文化，还佫有真长的路要行。公司新闻将会面评评。印度的电影内底，若是有出现结婚的场面，拢真青艳、真气派哦。事实上，印度民众的婚礼嘛是共款，也毋过哦，伫印度有真侪专门去婚礼偷摕物件的贼头，其中有真侪哦，拢是经过帮派专业的训练。因哦嘛，拢会利用一寡个还未成年的囡仔，因为就算互掠着，罪嘛无介重。印度的民众是真注重婚礼，主人因兜会大大庆祝，但是对旧年才做大官的拉社来讲，后生的婚礼煞变作灾难。You can see behind my wife by the corner of the sofa 2 people in black and cream coats. One of their hands appears, picks up the purse and then vanishes. 婚礼迄天是有1000外欧元，合台票是3万外块，互偷摕。拉社拄到的代志嘛，毋是个案。印度最近是一直传出有婚礼贼仔，新人和人客拢变作受害者。这嘛，互遐的婚礼企划人员除了准备婚礼，阁要负责保全。Their job is to just keep an eye what exactly is going on here, right? So similarly, around 15-20 people are on floor, and they all are looking after their own areas. Someone is in the parking area, someone in the main gate, someone is the lobby. 请这个保全，就是因为印度的婚礼真重排场，平均一场开3万欧元，合台票是97万，人客一请就是300是500，人遮济真歹控管，阁有真济贵重的物件，小可无注意就互偷摕去。贼仔嘛是上准这点，才专门去婚礼偷摕物件。We were trained for about a month. After training, we would go to the weddings to steal. There was an older boy with me, sort of my friend.
He would teach me how to steal. 这查了真侪拢有帮派的背景，因定定拢家境真善，爸母方用钱想买，互囡仔加入帮派。警方知影讲，婚礼查了后壁有组织在运作，但是因为查了大多数拢未成年，互领着嘛真少互动发。伫定无帮派的状况之下，婚礼查了同款是真创手，办婚礼主人兜只好想办法自保。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来看印度有一间新创公司哦，为着无要互员工过劳，伫公司所有的电脑拢有按下班提醒的设备，时间一到哦，就会自动关机，是真大心。警告你的工作时速超过了，作业系统10分钟之内就会关起来，请转去。印度这间信息科技公司的电脑为员工一开机，工作就开始算时间。那工作时间到位，电脑荧幕就会跳出来要求员工下班的警语。若无听，电脑也会自动关起来。甲其他卡袂着，互员工加班超时工作企业比起来，这种时间到啊，就放人，而且佫主动提醒员工下班呢，因讲是幸福企业。बीइंग अ गर्ल मेरे लिए बहुत इम्पोर्टेंट है कि मैं टाइमली घर पहुंचूं। घर के और भी बहुत सारे काम होते हैं, तो उन सबको पूरा करने के लिए और वर्क लाइफ बैलेंस के लिए मेरे लिए पॉपअप बहुत इम्पोर्टेंट हो जाता है। इवन कई सारे कलीग्स मेरे पास में आए जब उन्होंने पॉपअप देखा, दे वर शॉक कि ऐसा क्यों हो रहा है। सो दे आस्क्ड मी कि हमारी लास्ट कंपनी में तो हमें हमारे मैनेजर से परमिशन लेनी होती थी कि क्या हमारा काम हो गया, हम जा सकते हैं। दे यूजुअली प्रोवाइडेड अस द नेक्स्ट सेट ऑफ वर्क्स।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就捌警告，长时间工作每年夺走数十万人的性命。新冠疫情期间情形更加恶化。一份发布伫国际环境期刊的全球性相关报告指出，加拿大2016年有74万5000人死伫甲过劳相关的中风甲心脏疾病，比2000年增加将近3成。世界卫生组织甲国际劳工联盟共同进行一项研究，显示过劳死亡72%是呢会伫中年以上男性，而且发生的时间点有时阵毋是伫长日，是数十年的累积了后。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美国的研究人员发现讲，若是会当来控制手骨活动的量骨髓，伫顶头来安装电子装置，就会当来改善手骨的活动哦。这会当期待治疗一寡因为中风瘫痪的病人，咱做伙来了解。瑞多利克成功用倒手把刀仔顶的糖罐头扫过去的时阵，现场是欢喜甲化休。1个月前，瑞多利克洗鼎的时阵，是拢爱靠正手去操作，才有法度完成。I always tell people that I live one-handed in a two-handed world, and you don't realize how many things you need two hands for until you only have one good one. 33岁瑞杜利克是第一摆中风了后，倒手就半天死。伊才发现讲，干那剩一支好手是偌无方便。后来伊参加一个实验，伫控制手的活动的量骨髓内面是放入电子装置，结果奇迹发生啊！原本半天死的倒手，即摆会当随意志夹起来放落去。They had me open and close my hands. And I was doing it in a way that I hadn't done since my stroke, and we all were in tears crying, and it was just a really powerful moment and just, one of the highlights of my life. As soon as the stimulation turned on, they are immediately able to do things they couldn't do before, or at least to have more strength in their muscles. 研究人员指出讲，伫美国，逐年拢有要80万人中风，就算是经过治疗康复了后，同款有超过一半的人手的功能是永远拢受损，变作筋肉无力，甚至是严重变碎。其他实验证明，放入电极刺激的量骨条，会当互量骨髓受伤了后变碎的人恢复腿部和骹部的活动。一个人甚至佫会当开始行。匹兹堡大学这项研究，嘛，互中风变碎的病人佫有希望。Yeah, that's good. 目前伫美国卫生研究院的资助之下，相关的研究正在扩大进行。研究人员佫成立一间公司，要进一步来开发这项技术，希望互手半体死的中风患者恢复正常的生活。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来看今仔早起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各地天气是拢真凉冷哦，尤其是大台北甲东部嘛拢会落雨哦。也毋过大陆冷气团会豆豆啊减弱，除了北部阁有东北部，其他的所在拢是侪云好天的天气。各地早暗的温度会差10度左右哦，所以嘛提醒观众朋友要爱特别注意。接下来看今仔日详细的天气资料。
北部地區上低13度，上懸19度；中部地區上低12度，上懸23度；南部地區上低14度，上懸26度；東部地區上低14度，上懸24度。華東地區上低7度，上懸17度。再來看未來3天的天氣。感謝觀眾朋友收看今仔公視台記台早起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載同一時間咱再會。